用那个救蚊帐，用那个救蚊帐来盖这个青江菜。你看没有盖的话，它病虫害了。那个有的是喷那个活农药防火的，就是要赶那个虫，试试看。那个虫黑黑的小只，爬满了整个叶子。如果用那个蚊帐可以遮，你看用蚊帐可以遮。你看你有没有看到小黑虫啊？这个小黑虫到底是什么昆虫？就爬满了那个青江菜，所以要用那个救蚊帐来盖啊。你看看有没有看到？小黑虫啊！不赶快处理啊，你就会整个叶子都是小黑虫。你看到小黑虫病虫害要怎么防治啊？